Google Play 用 OK Google 呼叫了，要找 GIF Make 动画制作。为什么跑这么慢呢？可能是那个安装太多手机程式 APP 啊。要学习的才真多啊！影音图文的啦，影像处理的啦，视讯影片的啦，声音转文字，文字转声音。那图片的字可以变成数位文字，还可以声音转成文字就厉害了，文字转声音啊，就是读经啊，好厉害啊！雅婷逐字稿啊，雅婷逐字稿可以把那个国语的声音变成那个文字呢。如果它是电脑程式念出来的声音那转回文字那是很准的。那翻译的很多都可以选那个视频变 GIF。原来是用这样选的。怎么不能按下去制作啊？都一定要一直按下去啊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设计是不是要害人的？支付删除广告，你看设计引流到这边来了，真是的，怎么可以这样